經常煮飯嘅朋友，請收藏好呢12條秘訣啦。第一，煲飯嘅時候加少少油會更加之鬆軟。第二，白灼蝦嘅時候加少少糖，顏色會更加靚仔。第三，煮白貝嘅時候加啲香油，可以吐沙。第四，煮豆腐嘅時候加啲鹽，唔容易碎。第五，煮鹹鴨蛋嘅時候加啲白酒，可以多出油。第六，煲羊肉嘅時候放啲山楂，可以去酥味。第七，煮牛肉嘅時候加少少茶葉，會更加容易煮爛。第八，煮菠菜嘅時候先飛水，可以去草酸。第九，煮粟米嘅時候加少少鹽，會更加之甜。第11，煮花生嘅時候加入小梳打，會更加之入味。第12，煲番薯嘅時候用牙籤篤幾下，熟得快。你學識咗未？另外，今日仲有個好消息要話俾大家知嘅，以後雞肉買返屋企你就咁嚟整，仲好食過豉油雞同埋白切雞啊！做法真係好簡單，只要廚房有個鑊頭，全程唔使加一滴水，幾分鐘就可以整出嫩滑爽口嘅鹽焗手撕雞啦！就算係唔食肉嘅細路仔，睇到佢飯都多食2碗啊！埋嚟睇睇我係點樣整嘅。第一步，將呢隻未拍過拖嘅清遠雞清洗乾淨之後，先幫佢剪咗指甲，然後落一個療程嘅鹽，再擠返半個新鮮嘅過期檸檬，幫佢嚟個全身按摩，可以撇走雞皮表面嘅腥味，同時增加一層淡淡嘅檸檬清香喺度。第二步，拎起一壺滾水，兜口兜面咁淋喺個雞心上邊，呢個係雞皮食起身又爽又彈牙嘅關鍵，而且蒸嘅時候都冇咁容易破皮。淋完滾水之後，再滴返幾滴廣東米酒，我教大家煮餸係緊要幫手點個免費嘅小紅心支持一下咧，順手轉發俾你身邊中意美食嘅家人朋友，多謝晒咁多位。第三步，重點嚟啦，想要隻雞顏色好睇又鹹香入味，關鍵係加一包呢個五指毛桃鹽焗粉，試過好多間都係呢款又平又抵食，味道夠晒正宗啊！佢係粵菜大廚精選五指毛桃研磨成粉，根據黃金比例調配而成，出邊好多熟食店嘅鹽焗雞翼、鹽焗雞腳都係用佢嚟整嘅。有咗佢，其他嘅味糖鹽係通通唔使再放，跟住再加翻一殼本地純正花生油，搽勻全身，等佢靜靜雞咁瞓翻2個鐘。然後我哋喺盤底放翻幾片生薑，將醃好嘅雞擺上去，水滾落鑊，大火蒸佢30分鐘就搞掂啦。一打開蓋，成間屋都係五指毛桃嘅椰香味。呢度有個小技巧，我哋可以用筷子嚟判斷隻雞到底熟咗未，用筷子去篤雞髀位置，如果冇血水流出嚟，咁就代表熟晒啦。我哋將隻雞攞出嚟，稍微攤凍一下，等冇咁辣手嘅時候，再將佢撕成一條一條，再加入洋蔥絲、芫茜、蔥、檸檬、花生，仲有就係淋翻2圈麻油，滲翻少少白芝麻，用你發財嘅小手撈起撈起，風生水起，咁樣整出嚟嘅五指毛桃鹽焗手撕雞，係椰香味濃郁，皮脆肉滑又多汁，雞皮彈得嚟又唔油膩。就算係平時揀飲擇食嘅化骨龍，睇到佢胃口都好晒呀。關鍵係呢個五指毛桃鹽焗粉，佢係經過無數客戶嘅一致好評，用過嘅都豎起呢個大拇指。就算你從未落過廚房，都可以輕鬆整出大廚同款味道。如果你仲未知道呢個五指毛桃鹽焗粉喺邊度可以買到，可以點我頭像，下邊櫥窗已經幫大家準備好晒。趁住廠家仲有活動，嗱臨帶返屋企試下啦。